这几年因为两岸局势较紧张，对自控年开始，中国就禁止中国学生来台湾读册，敢若开放本地就伫咧台湾读大学的中国学生继续伫台湾读。这陆生联交会就表示，今年开放1500个名额，敢若174个人来申请，是这14年来人数上介少一届。当9月开学，就是新的学期，真侪学校伫校内拢会陆续公布录取名单。中国伫2020年开始禁止学生来台湾读册，陆生联招会表示，台湾逐档拢会开放1500个名额给中国学生。今年硕士、博士只有174个学生申请，是咱台湾招中国学生14年以来上少的。我们硕士班今年是核定1106人，然后博士班核定394人。那报名的人数都大幅的降低，硕士班64人报名，然后博士班136人报名。那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新的大学部的毕业生了，所以那个硕士班的那个报名人数就会骤减这样子。对中国来台湾读册黄同学，伊是伫2019年来台湾读大学，一路对大学读到研究所嘛，因为政策的关系，互伊伫考硕士的过程当中，竞争变真细嘛，真顺利。因为他暂停了那个学位生来台学习，所以说到我申请台湾研究所的时候，其实陆生的的人数已经比较少了，所以说跟往年比的话，其实我的竞争压力是申请这个研究所的那个竞争压力是少了很多。针对中国学生来台湾读册，总统赖清德伫就职典礼时嘛讲到，中国学生来台湾读册会当做伙追求和平共赢。陆联会认为，为着要降低两岸紧张的气氛，会当对教育开始做起，嘛呼吁中国爱开放中国学生来台湾。记者伫阿选谢桂林台北报道。